扎西点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祝贺南非大主教图图90岁华诞；达赖喇嘛尊者和司政边巴次仁致函悼念阿尔费雷多博士逝世；中共当局持续拘留3名温波藏人，其余全部获释。司政边巴次仁在甘地诞辰日呼吁世界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司政边巴次仁在新德里拜会台湾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德国藏人协会任命新的理事会成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本期节目的第一则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10月7号相续祝贺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90岁华诞。达赖喇嘛尊者在致给图图大主教的视频贺词中强调，他与他精神上的兄弟图图大主教一道长期致力于寻找心灵的平和，为世界带来和平。尊者表示 Dear respected my elder brother in spiritual field, so I have deep admiration and respect Bishop Tutu. So I want to express my greetings your 90th birthday. So now we religious people should follow like Bishop Tutu, complete austere peace. We jokingly telling, I'm believer. I believe is it life after life, and no belief creator. Bishop Tutu believe creator. So sometimes he joked me, he ready go to heaven. I may go somewhere different place. So in any way, you see, we all totally dedicated peace of mind, and through peace of mind, we try our best to bring peace through inner peace. 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在官方推特上祝贺图图大主教90岁华诞。司政在推文中写道：“祝愿德斯孟德图图大主教90岁华诞快乐！有幸见证您和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友谊，是我们最大的乐趣之一。您和尊者为人类提供了洞察快乐的见解，愿世界继续接受您的智慧。”此外，曾于1950年代表萨尔瓦多共和国在联合国抗议中共入侵西藏，以及长期支持西藏议题的阿尔费雷多·马丁内斯·莫雷诺博士，于上周六10月2号不幸逝世，享年98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闻悉噩耗后，随即致函逝者家属，表达哀悼和慰问。逝者阿尔费雷多是一位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者，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好友之一。他曾于上世纪50年代担任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副团长。该代表团在1950年中共入侵西藏之际，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外国军队入侵西藏》的决议草案。表明该国在联合国支持西藏的立场和抗议中共入侵西藏。
另外，中共当局在9月的最后一周释放了在今年8月下旬至9月因私藏和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而相续遭捕的石渠县温波镇120多名僧俗藏人，除3名僧人外，其余全部于上月23号至27号间获得释放。据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中共当局在释放上述藏人时，警告他们不准保留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不准与海外藏人联系，不准在社交媒体上创建群组或加入任何组群。当地官员还禁止藏人参加任何以保护西藏语言文化而建立的微信群。如果被发现违反上述任何命令的人，将实施严厉的惩罚。此外，由司政边巴次仁领导的藏人行政中央于上周六10月2号在嘎夏秘书处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印度国父圣雄甘地152岁的冥诞。司政边巴次仁在纪念活动上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强调，圣雄甘地的一生是非暴力斗争的缩影，他在通过非暴力解决冲突方面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司政表示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s very high regard and follows Mahatma Gandhi in the way that he managed to gain freedom for the people of India. Therefore, today to mark Mahatma Gandhiji's birthday, we pay our respect and we pledge ourselves to follow non-violence as a means to resolve any kind of conflict in the world. That is why we are gathered here. 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秘书长和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在嘎夏秘书处举行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在10月3号至5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的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10月4号在台湾驻印度代表处拜会了代表葛宝轩先生，并就双方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会谈。在拜会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仁接受了台湾中央社驻印度记者林行健的专访，谈到藏人行政中央继续以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通过恢复与中国政府间的和谈解决藏中冲突，以及期盼加强台藏关系等话题。司政在专访中表示 The two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number one is to resolve the Sino-Tibet conflict, and number two is to look after the welfare of the Tibetans in diaspora. So these are the two main responsibilities. We want to resolve this issue based on non-violence, based on negotiation, based on mutually agreeable solution tha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China and the Tibetans. Educational, religious relationship is very much on the upswing. A lot more Tibetan monks are there in Taiwan to have more closer human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and the Tibetans. For the Tibetans, it would be a good option to stud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one window to China.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位于德国的藏人协会于上周六10月2号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了为期2天的理事会会议，并任命了新的理事会成员。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在会议上向新的理事会成员表达祝贺，并感谢德国藏人协会的所有成员与日内瓦办事处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在藏人行政中央的指导下实施所有与西藏相关的活动和计划。他还谈到了德国藏人协会及其成员的关键作用和责任，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中藏人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